即马天气愈来愈热，用电的问题嘛愈来愈受到关注。咱台湾目前所有的核电厂是拢已经禁起来无咧碰。立法院顶一日通过决议，要拼伫咧2028年中火无要行涂炭。也那台电的董事长詹文生是表示，中火目标确实是无行涂炭，毋过是按算伫咧2034年的时阵完成。若要提早到2028年，可能是真恶。台湾近日恢复较远，拿发电方式搁正做焦点，外界更加质疑敢是会有欠电的问题。立法院顶日通过2028年完成无碳中火决议，也毋过台电董事长詹文生采购表示，台电规划2034年达成中火无碳目标，要提前到2028年，无具备可行性。中科核资甲核三厂也无法度代替中火。马上要把500万的机组全部关掉，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达成的目标。我们几乎觉得它没有，从过去的经验来看，它没有一个可行性。希望台电立即正式减煤行动，政府为了改善空气品质，透过加严标准及成立专案小组强力稽查等管制措施。台电目前规划今年甲明年会各有一部电气机组上线，明年底开始拆除小团1号机、2号机。3号机甲4号机转备用机组，2031年到2034年是逐年增加一部电气机组，到2034年都有6部电气机组，到时阵小团机组全部退役，达到中火无碳目标。况且民意希望提前，就如同非核家园可行，为什么2028无煤中火不可行？所以没有做不到的能源转型，只有不愿意面对的政治选择。中火越早无煤化越好。那我们燃气机组要赶快上线，燃煤机组要赶快退场。那至于是2028可不可行，我觉得就让专业、就让科学来说明。外界烦恼小团发电造成空气污染，影响健康。中火无碳目标，什么时阵当达成，特别受到关注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